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人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是咱们社会三大灵性信息42首，请来耶稣愿所有万，请起立来领全首。信用，你的尽心尽性尽意，仰助你的上帝，这个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我，你的仰助伊亲像家己，这个是全国大神你的总统头，我用心来改变你，就是你的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捌你三听。你若三命，竟然要被安尼在你是我的亲。请坐。咱三个来讲读上帝的话，启示文第49篇，以赛亚书65篇，启示文49篇。来，最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烟。你哪会开钱买地这的物？你唔注意听我讲，就好物通食。倘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要归向上主伊的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要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要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要互夜景的有经济。对我喙讲出来话嘛要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气白的所在要发清白。这是要纪念上主的记号。
让同心来祈祷。愿永光、乐乐、甲尊贵归伫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愿上帝的福气甲平安临到伫即个会中。全能永远的上帝啊，你的作为是伟大奇妙，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阮因为捌体会你伫即世界甲阮身上所显明的恩典，就甘心乐意来到你的面前，奉献阮本身，互你做采用。天顶的爸上帝，阮为心底感激你对阮的疼痛甲慈悲，因为你互圣子耶稣出世做人，有世间人的性情，要替阮死在十字架顶。爸啊，求你家是阮怎样还是主？谦卑顺服的方式，互阮做一个基督徒来夸口，要用十字架来起造上帝国甲你圣会一台湾社会的中间。全能的上帝，阮的心愿意，但是阮的信心溃烂不足有限。愿你照你丰盛的恩典甲美好的旨意来完成阮的心愿。伫即个时阵，阮有一遍求你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有需今日要传讲的信息，来明白你的旨意，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互阮所做一切的事工，亨通顺利来荣耀你的性命。愿的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圣歌对来学乐，学乐的歌词是耶稣你名。
12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70到30节。约翰福音第4章第70到30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抢水，耶稣对伊讲：“请一点仔水，互我啉。”迄时，伊的门徒一定伫伊城内买食物。撒玛利亚的妇人应耶稣讲：“你是犹太人，哪会对我即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耶稣应讲：“你若了解上帝互人的恩赐，阁有对你讲，请一点仔水互我啉，即个是啥物人？你早就会甲伊求，伊就会互你换水互你。”妇人讲：“先生，你无抢水的器具，井就深，你怎样得到活水？”阮的祖先哪个交即个井互阮？伊家己、伊的囝儿、伊的前生拢啉即个井水，你敢有比伊较老？耶稣应讲：啉即个井水的人会过喙干，不过啉我所要互你的水袂过喙干，因为我要互你的水伫你的内面。会将做水泉，一直冲出活水，互你永得到永远的活命。妇人讲：“先生，请互我一个水，我才袂过喙干，免我过来遮抢水。”耶稣甲伊讲：“你去叫你的丈夫带伊来遮。”妇人应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我无丈夫有影？你有5个丈夫，现在即个毋是你的丈夫，你讲的是事实。”妇人讲：“先生，我看你是先知。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伫即个山顶敬拜上帝，你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耶稣对伊讲：“妇人着信我，是即个教。迄时恁会伫即个山顶，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爸。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毋捌的，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因为拯救对犹太人出来。不过是要到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实敬拜，因为爸疼即款的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灵甲真实敬拜。妇人对伊讲：“我知，即个称作基督的弥赛亚要过来，伊来的时会将一切的代志甲我讲。”耶稣甲伊讲：“我即个甲你讲话，就是拄着即时，耶稣的门徒倒转，因看到耶稣甲妇人的讲话，甲真奇怪。不过无人问妇人你要创啥物，也无问耶稣你哪会甲妇人讲话。妇人就将水瓶放来，倒去城内，对人讲：“来去看，即个人将我过去所做一切拢讲出来，伊敢是基督啊？”大家就出声去看耶稣。愿上帝的话赐福人。今日是大专纪念主日，邀请台南大专中心主任牧师、各牧师来讲道。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一日的内面庆祝活水。愿你成为平安。平安。感谢上主的引带，也佫有教会的接纳，互我会当代表台湾中心来甲咱教会大家来请安。也真欢喜，会使做伙甲大家大家来敬拜。伫小等下，我讲道的过程中间，阮台南大专有一个联合的诗班会来献诗，一首诗歌。来唱出因伫大专中心所学习的，还佫有因的信仰的体会。伫讲道台前，我邀请大家搁一遍来祈祷。我命源头的上主，你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奥妙，恳求你保守阮下面的时间，我搁一遍，互你的话语来接待，互你的话语来鼓励。来刺激，也三甲来反省。我讲的甲听的，拢平平来对着利益。我咱的恳求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顺名。
伫咱今日所读的约翰福音4章这个经文内底，咱看见经文咧甲咱讲，耶稣甲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也咧讲过。伫当时，这个犹太人耶稣的时代的这个环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况，因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这两族伫个政治、伫个宗教上百几年来有侪的这个冲突，所以因无啥咧互相来往。咱用这个犹太的这个地理位置来举例，这个犹太是伫南边。这个加利利是伫北边，那么撒玛利亚就夹伫这两个所在的中央。一般犹太人若要对犹太去到加利利，因的惯例的做法就是驶过这个所在，无爱正直去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地区内底，怎驶过去？总是伫今仔日的这个经文中间，咱看见耶稣做一件。这个甲惯例无啥像的代志。伊甲伊的门徒要去加利利，总是因就直接从正直去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城内底。甚至耶稣也吩咐伊的门徒讲：恁去这个城内底去买啥物？去买啥物？经文甲咱讲，这个水底耶稣，伊就坐伫这个水这边。伫遐伊看到一个中道来唱水的妇人人，所就主动甲伊讲话，甲伊讲妇人人，请互我啉，请互我啉。这个妇人人面对这个青云的男子，伫这个世界无人的状况之下，还佫加上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长期以来冲突的这个背景。伊的回复，敢若有小可的封闭。伊讲：你是犹太人，怎样对我这个撒玛利亚人讨水啉嘛？也说，不过咱若搁甲经文搁看落去，咱会感觉讲耶稣的回复，互咱搁较讶异。耶稣甲伊讲啥？耶稣甲伊讲：即使你捌上帝文字，甲对你讲的，互我啉的是啥？是水。你的确要求伊用活水互你，也说，咱若是这位妇人人，咱一定会感觉，咱前这个查甫人实在是有够无礼貌的，有够无礼貌的。但是，你也无唱水的器具啊，你要对怎样安怎有这个伫这个水足深的水势内底涌水起来？过来，咱若要。恳求别人的这个帮衬，咱应该爱甲咱的这个缺势摆较低嘛，总是安尼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来成功嘛。总是耶稣的回复，拄啊好证实了这个妇人人对犹太人长久以来的印象，因为撒玛利亚人就是长期受到犹太人的这个歧视，妇人人就因啊，伊就甲伊讲，这口气。是阮祖先哪个留落来？阮代代拢伫遮咧唱水咧啉。敢讲你还阁有比伊阁较大吗？耶稣面对这个问题，伊上快用一贯的方式，就是无正面来回复。伊反倒开始来宣传讲，伊有这个活水的这个功效是啥物？伊甲这个妇人人讲。你啉迄雅各的水质吼，还阁要喙焦。你若啉我，互你的水就永远袂喙焦，因为我互你的水要伫你的内底，真做水泉，直直浸起来，浸甲永远我。有人就因啊，就讲用这个水互我袂阁喙焦，也毋免行遮尔远来抽水。兄弟姊妹。咱咧看这段的经文，咱咧听这段的经文，咱可能感觉讲，这个妇人人应该是开始有礼貌啊，开始要来向耶稣来请求。总是咱若甲做的细节，还阁有技术来踏落去，咱会发现讲是这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已经呛起来，因对一个人拢无想要输，所以耶稣富人人最后的这个回复非常的高明，因为如果耶稣若提袂出来，这个活水，安就代表讲，伊不过只是你分家几尔，而这你敢有发现？伫这段敢若咧阿公类的这个对话内底，其实拢一直设立一个关键的字咧证，这个字就是活水，这个字就是活水。一般咱若讲这个水是活的，迄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讲这个水伊是流动的，是循环的，对不对？总是活水，也阁有另外一个意义。咱拢知影，咱人的身体70%是对这个水来组成。一个人若流失20%的水，伊的性命就危险。水对人来讲是非常必须搁重要的资源，所以这个活水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会使维持生命的水的意思。对伫个生存伫中间，水资源相对较有受限制的一些人来讲，检测会搁较明白水会带来生命的这个意义。伫经文的内底，富人人甲耶稣拢讲伊有活水，确实这两个人拢有活水，只是因有的活水无像，富人人有的是迄个流动的、清气会通啉的水。这款的水会使满足人身体上的需要。耶稣有的却是会使养持人的灵魂，互人的灵魂精英的迄个活水。这个水要满足人心灵上的需要。伫这个对话中间，耶稣这个富人人，伊就看讲耶稣无上水的器具，伊实在是无了解耶稣到底要安怎摕出迄个活水。总是耶稣要借着这段的对话，来甲伊所有的活水来赐互伊。互咱搁倒转来到经文，对第16节开始，耶稣甲富人人讲起一个有关伊私人的这个议题的这个对话。富人人曾经捌有过的丈夫，即摆甲伊做伙，毋是伊的丈夫的这个事实，去互耶稣指出来。因是因为其实这段的对话非常的关键，因为耶稣讲这个话，互因两人对话中间的迄个权力的关系产生改变。原本两个人敢若是差不多咧救吼，咧相救，总是即摆耶稣所吐出来一小话。咱伫煞一个经文内底，咱要看因两个人的角色完全来对调。只是毋是喙内耶稣要甲富人人受水，乃是变成一个心灵卡某的富人人，伊要来甲耶稣唱迄个会使互心灵得到满足的活水。富人人讲，阮祖捌伫这个山敬拜。但是你讲敬拜的所在，应该是伫耶路撒冷。有关这个敬拜的纠纷，拄啊好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这两组人从长期以来的冲突的所在。耶稣安怎解决？耶稣讲，这个敬拜毋是看人遵守什么款的传统，嘛毋是看人伫什么款的地点。耶稣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富人人之所以有这款有关敬拜的问题，就有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犹太人拢是以撒玛利亚人宗教敢有正统，意思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群体，也对家己敬拜的传统产生了动摇，甚至伊安怎回复耶稣？伊甲耶稣讲：“你讲的这我拢知啦。”总是吼，爱等弥赛亚来，弥赛亚来解说的时阵，这个真正的答案才有可能会出来。也就是讲，
除非弥赛亚来回答，啊无即款质疑的声音就永远袂停止。所以耶稣就甲伊讲，即摆甲你讲话，即个就是。当妇人人知影讲耶稣就是的时阵，伊随时甲伊唱水器具拼咧，伊容易去城内底邀请伊的厝边头尾拢出来见耶稣。兄弟姊妹，咱咧看即段经文，将活水抑阁有敬拜的主题放做伙，其实是咧甲咱暗示，人若要爱护家己的心灵，直直敬死，安尼就要挖靠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多多挖靠人的心，甲真实来亲近主。总是咱来讲，这一般咱拢伫教会内底拢是安尼讲的，对不对？具体来讲，要安怎做？具体来讲，要安怎做？其实伫这个经文的中间，妇人人选择的行动，会甲咱讲要安怎做。伫约翰福音4章28节记载，妇人人伊去城内底去见证耶稣。咱到今拢毋知为虾米妇人人要伫一个足特别的时间点去抢水。每一届到这个中昼的时阵吼，阮办公室，阮台湾中心办公室吼，大家就伫遐你看我看，中昼要食啥，有够热的呢，无想要出去呢，无咱咧附近食一个啥物就好。迄个日头压落去吼，咱无法度伫遐挡伫日头大日头下底挡10分钟。总是即个妇人人，伊是伫中昼的时阵去做遮尔啊，应该是嘛算是一款无简单的即个劳动，即款的工课。为虾米？为虾米？上解合理的解释就是，伊无想要拄着别人，伊无想要拄着别人。兼且因为曾经有无的丈夫的即个经验，互伊伫伊的社区内底，无法度甲头夹起来。即款的经历，互妇人人感觉非常的疲劳。你是句我是句，佮问起讲啊，你即摆甲谁做伙？有够烦。我无想要甲人有联络。伊怎切断？伊怎家切断？但是如今咱看啥物？咱伫经文内底29节看，伊用伊家己上界无想要面对的代志，去见证耶稣。伊去面城内底甲人讲，来看一个人，我爸所行的代志，伊全部拢甲我讲出来。恁大家来看，这个减的就是迄个基督啊！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要面对家己生命中迄个上界软正的所在，是偌尔无简单。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生命的课题。现在咱伫这个课题内底不断的奋斗，持续伫钱内底咧滚入，经文内底，这个妇人人相款。毋过，照着甲耶稣的三拄，伊非常诚实、非常真实的面对伊的限制。照着甲基督的三拄，伊甚至定心来诠释这个软弱、这个限制对家己生命的意义。从今以后，这个软弱、这个软弱，无阁成做伊生命中迄个上界黑暗的所在，颠倒是成做伊甲耶稣三拄的记号。兄弟姊妹，妇人人用伊生命上界软弱的部分来成做见证，互咱认办着，要学习用神甲真实来敬拜上帝，无别的方法，独一项，就是我靠耶稣来面对咱生命的限制。只有我靠耶稣来面对咱生命的限制，咱才有法度真实的敬拜上帝。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袂爱即款人敬拜伊。当安尼做的时阵，我想咱生命上界软弱的所在，嘛要得到转换，
嘛要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得到新的意义，因为上主的活水要伫咱的内底清出来，更新咱的生命，直到永远光。但是我想，这就是耶稣讲出咱生命的福音的迄个意义，敢毋是？咱每一个人拢有侪侪的黑暗面，限制抑阁有拢遮。咱要承担这一切非常的重担，总是咱靠耶稣才甲来担。所以咱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所享受的这个活水，不断来更新咱家己。这毋单是咱的需要，应该是每一个大专的学生的这个需要。而今仔日会求中间，咱看耶稣甲妇人人对谈的所在，伫这个水仙边，咱每一天，咱出钱、出力，咱用大道来支持台湾中心，咱毋是空空咧着活，咱是相反，要准备一个所在，互每一个互大专中心接待，或者会大专生。会通伫这个所在，甲耶稣基督来相拄，真实面对因生命中迄个直直咧困扰的问题。有时吼，我处理这学生的问题嘛，处理甲青狂的，因为有一寡问题会个拖开吼，啊一个人影响一个人，啊两个人就影响规个团体，吼舞规群的做歹舞。只是我想咱就是伫这个困扰的过程中间，搁一家见证这个福音的意义，敢毋是？这台湾中心，我培养的台湾心是啥物？就是培养伊用真实的态度，用真实的这个面貌来去面对因的信仰，来思考信仰伫因生命中的迄个意义是啥物？过来，伫因在学的时阵，伫因毕业了后，因也做相关的工，去准备所在，去真侪美好的见证，互每一个被因接待的人，拢有机会来啉到耶稣所赐予的这个活命的水。所以我邀请阮的学生来准备来献一条诗，因要吟一首诗。来真做因伫台湾中心学习，啊，阁有这个所体会的这个信仰的意义。
也说，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耶稣为咱带来这个信息，伊就是生命的活水，伊欢喜咱每一个人拢该得到活水，伊邀请咱每一个人用真实面对家己，用真实的态度来面对家己，面对上帝。我都一群的人，安尼来敬拜伊，哦，伊所享受的活水，伫咱的内底清出来。经文的中间，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好消息的活见证。我想，咱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款的群体，跟每一个人都当甲家己的限制去甲主真实的相拄的时阵。咱要因为生命的更新来突破彼此的限制，享受真实敬拜群体所带来的荣耀，也阁有含义。而这现在轮到咱每一个人，咱愿意若亲像有灵人所讲的同款，主啊，用这个水，互我啉，互我袂过喙干。啊，上主帮助咱，让咱真实面对咱。家己生命的困境，迄个直直咧滚流的所在时阵，也是来引带咱，互咱将咱的真实会家己放伫伊的面前，三个来祈祷。上主，有时阮无勇气去直直面对。阮一直咧闪避的问题，总是这个问题也时常插做阮生命的塔内，伊影响阮的生活，甚至也影响阮所听的人，影响阮所听的问题。所以咱亲像是一支拔袂掉的刺，直直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发挥伊的路用，互阮行甲有够坎坷。主阮当要恳求你，让阮，互阮受撒玛利亚人甲你相拄的故事来激励，互阮也受你的神引带甲朋友有勇气来搁一遍来面对阮的困境，阮要用你来唱。迄个活命的水，我也意爱要啉即个水，因为即个水要伫阮的内底浸起来，更新阮的生命，直到永远。我安尼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这是咱三角来做伙练圣诗361首，上主的举传水满满。
是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名。即礼拜的拜三，咱的圣经学堂有实体的聚会吼，所以咱毋若踮伫线顶，有个人踮伫线顶，若是拜三会当踮伫实体来到伫教会中间，咱三甲来做伙来学习。所以即礼拜的进度是咱会做一个使徒行传的回顾，所以牧师会用邀请者的旅程来跟大家做伙来分享。所以邀请咱大家，如果你无参加过巴克利圣经学堂的，你嘛会当邀请伊。做伙来到伫礼拜堂中间，咱即礼拜就是实体甲线顶会同时阵同齐咧聚会。好，今仔日咱也特别欢迎咱的大专中心主任高牧师以及带咱遮的学生会当来到伫咱中间，请因做伙起立，咱同齐来欢迎嘛，感谢因的同在。好，谢谢。咱知影大专中心伫对无？就伫迄个中林路 Starbucks 三张小福边仔遐，是咱的大专中心。大专中心踮伫遐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特别咧服侍来到伫台南遮读册的大学生。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亲像头拄高牧师所分享，因担当第一线的工作。其实教会办演的是一个做伙踮伫遮来支持甲正做因后援的单位。所以我想，若是第一线的工作者以及教会有好的连接，其实咱会当帮助济大专的青年踮伫大专这个阶段，通得到好的造就。特别踮伫最近，牧师嘛接到真侪电话，邀请牧师同齐关心因来到伫台南读册的青年，足侪拢是咱东门教会的东门桥。
因的囡仔拢已经要读大学，啊，转来台南，所以就拜托咱的教会会当同齐来关心一下无。所以我想这真重要，就是会当继续咱身躯边咱的亲戚朋友做伙来发出这个邀请。但是因有主题来到台南遮读册，其实会当互咱的教会来三体关心遮的青年。伫教会有聚会的生活，踮伫大专有团契会当三甲甲因做伙学习。所以咱同齐来起做大专宣教的事工，我想会当踮伫整个青年人的福音事工顶面，你就真好的发展。所以也邀请咱大家搁一摆关心支持咱大专的事工。好，搁刷来，咱即礼拜是中秋节吼，所以咱办公室会有休假2天，所以请大家会当注意遮个时间吼。好，等下第2堂礼拜刷以后，咱有一场演讲踮伫对面，咱邀请迄个成大台文系的蒋维文老师，伊会来到伫咱中间分享台语白话字的本土化甲国际化，所以。咱的兄弟姊妹，你若是已经有报名，你会有中教堂哦。你中教堂就第2堂礼拜刷以后，咱12点伫松大教室会当踮伫遐用餐。这场演讲，蒋老师的演讲会对1点开始，所以嘛邀请咱1点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又会当做伙踮伫1点的时阵来参与。过来就是过来下晡2点，应该是2点半开始哦。大传部邀请咱教会龙顺执事分享这个教会历史导览行动数位化的简介甲方法。有兴趣的这个少年人也较有兴趣。所以邀请咱大家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与咱中会的大传部邀请咱的龙顺执事来分享。搁刷来，咱后礼拜后主日，咱会做伙收圣餐，所以嘛，请咱备万心，邀请咱小会员踮伫第2堂礼拜后来召开小会。搁来，咱即礼拜拜2有一个特别的演讲，这是档案馆中华历史档案馆的主任罗启明牧师，伊本身咧做的研究就是潘道营牧师的研究哦。这是咱教会第2任的牧师潘道营牧师。伊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你所毋知长老教会主任为啥要讲这个题目？因为咱知影对面迄片土地足快，迄片土地足快是万英华牧师迄当时伊为着长老教会的主任所以才买的。咱的对面迄片，咱的社区发展中心规个甲伊买落来。伊期待这个所在要正做长老教会的主任中心，就是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潘牧师，所以这是罗启明牧师研究的主题。所以邀请咱大家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拜2暗时的7点半，咱同款踮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会当做伙来参与这场演讲。好，了后礼拜咱搁继续咧报名，咱报名到伫后主日。所以，搁一摆邀请咱大家，咱若是要报名，了后礼拜兄弟姊妹会当踊跃，踮伫礼拜三以后，踮伫咱教育大楼的办公室，报名单嘛踮伫后壁，迄招待桌顶嘛拢有吼。欢迎咱大家当做伙来参与。咱要到伫台史博，特别咱有咱东门甲中的一个小小的展览，踮伫遐要做一个开幕。开幕刷了后，咱有其他游览的行程。所以嘛，搁一摆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与，会当招咱的朋友，咱咧关心的朋友会当做伙来参与咱的了后礼拜。所以报名会到后主日，所以搁一摆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好，今仔日看到迄个黄老师、陈老师因的亲人对美国转来吼，因的亲人对美国转来伫头前遮，咱做伙欢迎因吼即个咱同齐踮伫咱教会同齐来敬拜上帝，咱会踮伫礼拜刷以后，咱会当继续互相沟通、交易甲关心。这是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今日经句是约翰福音第4章14节，咱做伙坐声来读2遍。不可因我所分所的水取干，因为我所饮的水是列在你的家做水泉，一定清楚活水，互你一定永远的活命。因
各行各业第414章第1遍，不得言话说无言尽行之单。好，来，咱这是要来祝福齐恳的诗397首，由是后请读书来唱导。请听。受上主的祝福，等恁就平平安安转去，用真实的心，甲上主来相交过，用恁的思想、恁的言语、恁的行动来诚做祈祷，撒卡来祈求上帝国的降临，但愿期待上帝恩典，耶稣基督搁我的快乐、信心的感动，甲恁撒卡伫咧对即时比较隐世的代物件。